萬眾期待嘅 LEGOLAND終於喺馬來西亞正式開幕啦！呢一個首間亞洲嘅 LEGOLAND，以及係馬來西亞第一間嘅主題公園，每一日都吸引好多小朋友同埋佢哋嘅爹哋媽咪嚟到呢一度一齊玩。園入邊仲係有40個遊玩設施咁多添，依家準備去玩啦！拜！馬來西亞嘅 LEGOLAND除咗有40項娛樂設施之外呢，仲有一個用咗3000萬塊積木砌咗15000件嘅模型，大家就會見到後邊最大規模嘅一個模型呢，就係呢一個雙子塔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雙子塔係吉隆坡嘅地標，所以嚟到馬來西亞嘅 LEGOLAND一定要同佢合照啊！話晒都係亞洲首間 LEGOLAND，你哋睇下細路仔玩得幾開心，無論係小朋友定係大人，入到嚟都一定可以揾到佢哋嘅樂趣。